各位朋友，歡迎大家又嚟到合眾連環呢個節目。今日咧又係我幫基哥咧就幫大家分析一下目前嘅伊朗嘅形勢。首先咧，我幫基哥一齊祝大家馬年龍騰虎躍，大家新年好。祝大家馬上成功，後生仔有嘢做有糧出，做生意嘅貨如輪轉啊，賺多啲。係啊，而家老人家身體健康。而家伊朗呢個局勢咧，大家都好清楚，都不斷收到新聞啦嚇。突然間即係話喺呢個伊朗咧就認為和談咧已經係有成果甚至係想簽一個妥協嘅協議嘅時候咧點知咧就係哈梅內伊咧就組織一個最高層嘅會議，就俾咧就美軍同埋以色列咧就一鑊熟哈梅內伊都即係就過咗身啦。咁喺呢個情況下，連續美國同埋以色列咧就繼續攻擊伊朗，伊朗咧就又係還擊，就重點咧就係攻擊美軍喺阿拉伯國家嘅一啲重要嘅軍事據點，咁成個形勢係咁啦。咁將來未來要繼續會點發展咧？咁特朗普話可能要派陸軍，可能咧就係要打4到5週。基哥你又點睇咧？首先咧，我就覺得係今次係美國同埋以色列一個豪賭嚟嘅。咁佢就初就諗住係閃電戰噶嘛，好短時間，初又話個2個禮拜，跟住而家又4、5個禮拜，你搞掂咗之後咧，於是就可以令到伊朗內部咧嗰個政權咧係會落台，換嗰個新嘅，可能換嗰個親美嘅等等啦咁。咁你睇到而家你炸死咗咁多嘅所謂領導軍事嘅阿頭甚至嗰啲咩參謀長嗰啲軍部等等嘅人啦，同埋佢又有革命衛隊。而嗰個革命衛隊係直接效忠呢個哈梅內伊咁啊，所以你一炸完之後，你發覺，喂，佢第2日即刻就已經有回應啦，即刻頂冧就出好多嘅飛彈，就射你嗰個響中東嘅27個美國嘅軍事基地，係非常之快個反應，同埋而家仲當然定會射埋以色列添啦。你睇到咧嗰個唔係美國諗得可以咁快脆贏。當如果美國唔係真係能夠咁快脆贏嘅話咧，呢場戰爭點樣打落去，打幾耐，點打法咧？特別如果你特朗普話我要派陸軍入去嘅話咧，呢個世界完全係另外一個世界。即係嗱，如果假如咧，我自己係咁諗嘅，假如呢個特朗普要派陸軍，即係證明咧，佢而家第一波嘅攻擊咧就未必能夠係如佢所意，因為佢以為炸咗呢個哈梅內伊以後就會出現一個親美國嘅呢個政權，即係好似呢個維內瑞拉咁樣，捉咗馬杜羅咧就有一個新嘅一個親美嘅政權出現啦。但係而家咧就唔係，而家新出現嘅伊朗嘅3人領導班子咧就明顯表態，佢哋要抗美抗到底嘅。咁即係呢一個新嘅領導班子，一個親美嘅政權咧就未出現。咁未來呢個3人嘅班子咧，可能仲要選出最高嘅呢個伊朗嘅領導人即係頂替哈梅內伊個位嘅。咁佢哋係咪要決心打落去咧？咁就好關鍵啦。如果佢哋決心打落去，咁真係美軍就係一定要出呢個陸軍啦，出地面部隊。但係出地面部隊咧，伊朗就唔係阿富汗，伊朗又唔係伊拉克。伊朗又唔係敘利亞，伊朗咧係一個面積好大，有9000萬人，係地形好複雜嘅咁嘅一個大國。波斯民族大家知道啦，4大古老民族咧，就其中文明民族咧有波斯民族即係話你美國你要完全征服波斯民族咧，我覺得係幾難嘅。我自己就預料，如果真係美國要出到呢個地面部隊咧，就好似特朗普咧就差唔多就係好似越戰咁要跌落一個泥坑度噶啦咁基哥你又點睇咧同埋咧，我另外一個覺得，即係伊朗基本上就已經預備咗你即係美國咁樣打佢。佢一早就已經話咗，佢哋嗰個領導層咧已經係有4層嘅安排即係話第一層俾你消滅咗咧，我有第2層，第2層消滅咗就第3層，第3層消滅咗就第4層。而當然，當佢哈梅內伊未死之前，已經有呢啲嘅安排，好明顯呢4層嘅不同嘅領導咧，都係一致係反美嘅。咁你點樣能夠係保證呢4層嘅所謂領導，你都能夠係消滅晒佢哋咧？我覺得呢個係完全不可能嘅。咁所以總之佢有一層留低喺度咧，佢都同你死過。第二咧就你睇到咧，而家伊朗唔係一個普通嘅一個國家喎，佢真係全個國家嗰種信仰，嗰種嘅即係沉浸式嘅信仰係投入到，即係同你死過，即係寧願攞條命同你搏，都唔怕你嗰種㗎喎。咁所以如果你美國面對一個咁嘅對手你係咪真係咁簡單話我嚟就贏㗎啦？4個禮拜搞掂你，我就覺得未必得啦。
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就特朗普呢次真係好蠢嘅，因為世界大家知道啦，即係對於宗教領袖嚟講咧，你真係唔能夠輕易喐佢嘅。我自己記得咧，就當年咧就係西藏叛亂咧，即係達賴叛亂咗之後咧，中央咧都俾條生路佢。哇！你真係話如果咧你捉到達賴，甚至係佢出現死亡，咁成個呢個西藏嗰個影響係好真係不可想像嘅。咁但係咧就係中國咧就都係俾達賴一條生路啊！咁後來咧就順利咁進行咗呢個成個呢個改革啦，就將農奴制一步咧進入到社會主義，就係百萬農奴翻身。所以對於宗教領袖咧，其實咧就係所有嘅政治人物咧都非常謹慎。咁你而家你話特朗普喐咗人哋一個宗教領袖，未來啊人哋會唔會報仇咧？即係話大家知道之前有911點解咧？即係話美國蝦呢個阿拉伯人蝦得太犀利，所以人哋報復你。咁你未來咧，你而家喐到波斯人，喐到人哋嘅宗教領袖，未來係點咧？所以咧呢個真係，而且我自己覺得咧呢一場仗咧，真係比起之前嘅俄烏戰爭，比起呢個中東嘅以色列同埋巴勒斯坦嘅戰爭，影響都會好大嘅。因為實際上博爾木茲海峽又被封鎖，對全球嘅經濟未來帶來嘅影響咧，真係好難預料嚇。即係基國，你又點睇咧嚇？嗱，基本上咧，我覺得當然美國係一個重要嘅參與啦，但係真正打起上嚟咧，我覺得係以色列，因為今次我又覺得有個程度上咧係以色列拉美國落水，即係佢基本上都唔想同伊朗即係和嘅，即係你又打去就搞和談，搞呢樣搞樣，咁佢就反而就係出手先。咁你當佢出咗手之後，你美國跟佢又唔得。咁於是變成而家咁嘅樣。咁當然如果真係打上嚟，究竟係你滅伊朗，還是伊朗滅以色列咧？呢個真係好難而家有下一個結論嘅喎。第一、第二就係話咧，特朗普點解咁心急要去參與今次嗰個戰爭咧？除咗係被以色列拉住之外咧，我覺得佢想建立一個自己英雄嘅形象喎。咁快脆搞掂委內瑞拉，我如果再搞掂埋伊朗，佢就變成一個係美國嘅英雄。大家都知道咧，11月佢面對選舉㗎嘛。佢而家喺國內咧係好多嘢都唔妥當嘅，呢度係撞板，嗰度撞呢樣，啲關稅又俾最高法院咧否定咗。咁所以要咁低潮嘅之下，係咪呢一個係成為佢翻生嘅一個機會，令到佢嚟緊嘅選舉咧可以贏到咧？我覺得佢呢個係擺咗個賭注喺度。嗱，我覺得咧就係基哥你提出呢個問題咧，我哋啲朋友咧大家都要真係好關注。睇我哋呢一場伊朗美國對伊朗嘅呢場戰爭未來點發展咧，好重要。從你話論打咧，伊朗一定係夠打嘅。但係你話真係咪要靠地面部隊可以征服到伊朗咧？呢個真係值得我哋關注啦。咁我哋今日就傾到呢度先。我哋嚟緊咧，我哋就繼續幫大家關注呢一個話題嘅。咁今日咧就傾到呢度。拜拜。拜拜。